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昨天这个很多媒体报道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吧，对吧？这个经济工作会议，这个会议上对房地产有一些描述，具体的大家恐怕都已经看过了我这里就不多说了。叫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重点运入保障性住房。我想起了这个去年这个时候经济会议也是对房地产的描述是差不多，大家都是充满了信心，对吧？觉得楼市能稳住了。今年的会议又提了，对吧？那明年楼市怎么走呢？那我估计大家自己心里都有数去年是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今年是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有很多这个房吹他就从这里面找出蛛丝马迹，对吧？用词不一样，说明这个方针力度就不一样等等。这个我想这个还是想多了。经济有其自身的规律，很难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政策会起到一定的作用，那这个作用它有作用就有反作用嘛，对吧？它会对这个走势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它原来的轨道。关于这个海外机构怎么看待咱们这个楼市呢？首先是这个摩根士丹利他出了一个研报他认为这个叫中国资本支出正在收缩，接下来会怎样？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占中国 GDP 比重已从2020年10月的 17% 断崖式回落至当前 9% 的历史低位，显示该行业对宏观经济驱动权重正经历结构性出清。虽然拟议的抵押贷款利率补贴政策有望弥补租金回报率与贷款成本间的缺口，但考虑到政策落地需要1至2个季度的传导期，短期内难以对冲基本面颓势。摩根士丹利预计2026年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将维持同比 15% 的收缩。什么意思因为这几年咱们房地产的投资都是在10%几以上的萎缩摩根士丹利认为即便有这么多利好，有这么多政策，2026年呢，这个房地产投资还会维持 15% 的这么一个收缩。这个花旗好像他做了一个预测他说假设2017年到2021年新房成交中约 40% 属于投资性购买，也就是这个房地产烈火喷油恒大暴雷以前，对吧？2017年那个开始这4年里面40% 的成交是投资的，买房投资的，不是刚需。2022年至2024年新房成交中10%属于投资性购买，那么2017年到2024年间累计投资性购房大概是670万套，这是估算的也就是说从2017年到2024年到去年一共有670万套是用来投资的。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市场二手房挂牌量是470万套，他这么一算的话，他就认为那你只有还剩200万套左右，这个房子可能会在未来进入市场挂牌，也就是二手房挂牌量它的潜力。然后这花旗进一步指出他说在39个城市里，只有8个城市看起来对这部分潜在供给的吸收更充分，更多城市仍可能面对后续增量挂牌带来的供给压力。也就是说，他这翻译一下就是说这个1、2线城市这个二手房挂牌还能慢慢消化，更多的其他城市二手房挂出来就消化不了，卖不掉就这意思。对价格而言，这类可能出现的新增供给会持续压制购房者的价格预期，因为市场会担心后面还有更多人要卖。这是花旗的一家之言实际上我觉得比花旗说的这个要严重，因为这个现在卖二手房的不光是2017年以后买房的，2017年以前买的人他也会卖为啥不卖他的意思是2017年买房的人该卖的已经卖掉了，不能那么说，对吧？他这个是有点刻舟求剑的，他这个数字其实意义不大。为什么呢？你现在你的新房也还在卖你新房卖了，好多人买了之后他对吧缺钱，他又要卖，或者一看价格跌得太厉害要卖，这个都变成二手房挂牌。所以说二手房的挂牌量恐怕你是难以估算的。有的人把自己唯一一套房都挂出去卖，也就是说这个未来的实际情况恐怕比花旗预测的还要糟糕，就这意思我们再看这个财新网说百城新建商品住宅去化周期创历史新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提去库存。
12月10号啊，说这个会议啊，经济工作定下基调，会议明确要求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提出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这是财新网报道的啊，说这一表述的核心在于去库存。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解读称，他指出，上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去库存是在2016年，主要背景是3、4线城市库存高企，但是2016年是涨价去库存呐，那时候价格一涨，咱们牛马韭菜都是买涨不买跌啊，赶紧杀进去，涨价去库存啊。当前全国百城新建商品住宅去化周期已创下历史新高，且叠加了二手房挂牌量激增等新挑战，形势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已非9年前可比。数据直观反映出形势严峻。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统计，截至2025年11月，全国百城新建商品住宅去化周期攀升至27.4个月，远超12至14个月的合理区间，也就是2倍啊。市场分化显著，一线城市为17.1个月，二线城市为22.6个月，三线城市则高达40个月。这个去化周期一长，第一个就导致房企现金流困难，房企暴雷啊，这个是直观的反应。你本来的房子6个月就卖完了，钱就回笼了，银行贷款就还完了，该付的账付完了，进入下一个楼盘，结果他现在对吧，12个月都卖不完，20个月才卖得完，就甚至要拖2年以后才卖完，你还得降价。你看啊，说白了就是现在库存压顶，房子是多。我刚才说了2016年涨价去库存，因为那个时候环境还不一样，对吧？大家对未来充满预期，就感觉以后还是要赚钱的，赚钱还是比较容易的，对吧？虽然工作也不好找啊，大家回忆一下吧，2016年其实工作也不算好找，就业压力也很大，但是大家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对吧？未来能赚钱，信心在，然后再加上那个房价确实也在涨，对吧？你今天买了，过3月一问，哎，涨了10%了，你啥也没干，对吧？工作还没找着呢，你钱已多了，身价已经涨了，对冲了这个找工作的焦虑啊。但是现在你想想，你说房价涨，这现实吗？对吧？经过这一轮毒打，牛马韭菜如惊弓之鸟啊，缺乏这个预期，对吧？再加上工作不好找，降薪裁员，导致大家买房已经开始谨慎又谨慎了。我们看一看啊，这个网红经济学家，前恒大首席，对吧？这个经济学家任泽平，那他是怎么看待这一轮救市？大家看视频啊。房贷贴息，楼市新政要来了吗？最近啊，有一些媒体报道可能会推出以房贷贴息为代表的楼市新政，就刺激房地产的这个政策措施。什么叫房贷贴息呢？就是老百姓买房子，通过财政来降低大家买房的购房的这个贷款利率成本。也就是说，以后大家买房支付的房贷利息未来会下降。我觉得这个呢肯定是个好政策。问题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大家都关心的，就是房地产还要不要救？房地产能不能救得起来？怎么救？借着这个房贷贴息的事儿啊，给大家讲这3个话题。一，房地产要不要救？那房地产，我看很多人讲说啊，房地产不能救。这个过去中国房价涨对实体的打击非常大，这个事情要辩证的来看。其实过去中国20多年的房改其实是贡献为主，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第一大支柱行业啊，它关系到7000多万人就业呀。房价的这种大跌呢，它也会伤害我们实体经济，而且会影响到居民的消费。还有大家留意，现在地方财政压力很大。为什么？因为土地财政占地方财政的1/3啊。如果房地产不能企稳，那土地财政也会受影响。那么城市的基础设施，包括社会保障都会受影响。从宏观的角度，房地产不仅是需要救，而且是必救的。第二个呢，就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居民最大的资产就是房子，买股票、买债券、买黄金都买多少？房地产占居民资产的大头，根据我们的测算占2/3。全国房子400多万亿市值，过去几年房价是吧跌了20-30%，相当于老百姓对吧财富损失了100多万亿，相当于我们1年的 GDP 啊。中国 GDP 一年才130来万亿，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年就业啊，包括居民消费这个不振，很大的程度上跟房地产有关。在这里还要讲，就是为什么要救房地产？除了跟拉动经济增长有关，促进居民的消费，稳住居民的预期，稳定老百姓的财富有很大关系之外，还有大家看，你看欧美啊，包括日本这些国家，其实遇到房地产下行期都是要救的，因为它救的不简单是地产，它救的是居民的财富，是救的我们广大老百姓的就业。第二个，房地产能不能救得起来？我认为其实房地产救得起来。中国房地产大开发时代结束了。我一直讲，即使我们出台一系列的救房地产的这个措施，也不要指望房价普涨。大家知道我原来提出过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分析框架。我用这个分析框架呢，预测了2015年一线房价翻1倍，我也预测了2020年
对吧？房价将出现历史性大跌。现在明确给大家讲，即使未来我们推出一系列的房地产刺激措施，未来房地产28分化，什么概念呢？就是人口流入的核心城市、核心区域的房子，未来呢时间足够长，甚至会再创新高。人口流出的这些地方，低能级的这些城市的房子，未来10年、20年可能是漫长的阴跌。第三个是怎么救房地产？房贷贴息肯定是个好政策，但我觉得呢，要是一个组合拳，一个房贷贴息啊，降低购房者的利息支付成本。第二个呢是降低购房者的税费成本，这个降低契税啊等等，我认为也很有必要。但是我这些年呼吁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现在也逐渐的这个被大家形成共识，叫什么呢？就是住房收储，成立住房银行也好，或者说住房基金也好啊，来收储。改变这个供求关系，我们不是一直要学习德国啊，学习新加坡的这个祖屋制度啊、廉租房制度、保障房制度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就是我们成立一个3万亿、5万亿的住房保障基金或者住房银行来收储，然后呢，收储的这个房子呢，用于廉租房和保障房，给我们的大学毕业生、给我们的农民工啊，给他们做一个起点的比较低的一个租金来支持他们，这是一个惠民生的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对于房地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救市政策。那么很多同学问来说，钱从哪里来？我在这里给大家讲，印货币这件事情，几十年，对吧？我们通过印钱修了很多基础设施，建了很多民生工程，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啊。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第一啊，以房贷贴息为代表的新一轮楼市新政，我觉得很有必要。中国房地产要不要救呢？是需要救的，无论是宏观经济增长，还有包括保住老百姓的财富和就业，都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能不能救得起来？我认为对于人口流入的好的城市、好的区域是救得起来的，未来这个市场是28现象。第三个怎么来救？除了房贷贴息，除了降低税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就是成立住房稳定基金或住房保障银行来收储。这里呢，不简单是救了开发商现金流，救了地方的财政，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形成了中国大规模的保障房体系，对于支持我们的老百姓，尤其是支持大学毕业生、农民工以比较低廉的租金来获得自己的这个保障房，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大事儿。在这里呢，我也愿意呼吁一下，做有温度、有情怀的研究，因为我们都非常热爱这个国家，我们也特别祝愿房地产早日走出困境，祝愿我们的中国经济繁荣富强。通过这个视频啊，也可以看出任泽平老师啊满满的求生欲啊，他恐怕是对吧？因为他有影响力，哎，他也是经济学家，他说话要小心谨慎呐，跟那个马光远一样啊。所以人家说话体现出一个高情商，什么意思呢？就是政策都好，都对，对吧？一个楼市该不该救啊？该救，对吧？能不能救得起来？能救得起来。这不像咱们这自媒体，对吧？在那儿开门见山，有的时候专捡不好听的说。这任泽平老师说了啊，该救，救得对，救得好。然后能不能救起来呢？能，但是他补充，对吧？哎，光靠贴息不行啊，要打组合拳。贴息管不管用呢？管用，但是光靠贴息是不行的，要组合拳。然后能不能救得起来呢？能，但是啊，1、2线城市，对吧？就是个别城市，少部分人口流入城市能救得起来，哎，其他城市啊恐怕够呛。就是在赞成，对吧？夸奖的同时，哎，也要把自己的观点揉进去，糖衣炮弹嘛，这样避免遭到封杀。这不是满满的求生欲啊？后面再表明一下决心，这越这样越让人感觉这个，对吧？有点诡异，有点不可靠、不可信。以收储为例啊，这个收储，我想啊，你可以当个政策往下推行，但是这个就是地方就比较难执行。任泽平老师说有资金，对吧？你可以发这个债，发那个债，说的太容易。实际上很多大学啊，很多机构，他倒愿意买一栋楼，买一个，对吧？一个项目，比如大学，有的大学缺宿舍，他研究生一扩招啊，研究生没宿舍，但是他自己盖吧又慢，然后要批地，很麻烦的啊。哎，这个时候如果，对吧？有合适的项目就在学校附近或者不远，他愿意买。其实有很多大学这么干啊。那为什么现在愿意买的买不了呢？就是因为第一个，对吧？你这项目是住宅楼，改成这个宿舍啊，反正还需要花钱，而且就是安全，对吧？还一系列的问题吧。这毕竟不是按照宿舍来设计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他没有这样的规整的项目，说哎，这整个的项目正好一套都没卖，全给你，对吧？你把它一封闭管理，没有这样的，好吗？如果这个项目，对吧？这个上面插花的有这个住户，也有学生宿舍，那你说那住户他受得了吗？他肯定反对啊，他投诉啊，物业也没法弄啊，对吧？你就是整出那一个小区里面，你单独整出一栋楼出来啊，卖给学校，那人家小区的邻居也会投诉，多闹腾呢。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告诉，对吧？你去收房子，然后去无论是住宿舍，给大学生住，给研究生住，还是说你收房子做这个廉租房，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对吧？难管理，成本高。专家就特喜欢
欢拿日本、拿新加坡举例子，什么祖屋制度、廉租房制度，专家又忘了啊，咱们现在这房地产是从香港学来的，人香港楼市没暴雷，你怎么玩暴雷了呢？是不是这个逻辑啊？大家想一想，这我们这个房地产开发这个都从香港学来的啊，预售对吧？都是从那搬过来的。人家可没暴雷吧？香港这楼市也跌了啊，对吧？也回调，但人家没暴雷啊。那咱们这暴雷呢？开发商一个个的倒闭，烂尾楼，对吧？现在学人家祖屋制度，你学得了吗？人家那玩的好好的，你学过来恐怕对吧？那经济适用房里面住的都是开豪车的，你这谁受得了啊？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实际上啊，我觉得房价该跌还得让它跌，对吧？只不过说跌慢一点，缓一点，这个我是认可的啊。跌到什么程度呢？跌到大家买得起，对吧？它自然会挺住。我举个例子吧，我现在工资5000一个月，如果你房价是2000，我肯定会买房，不用你劝，对吧？我一年我省吃俭用，我累进快贷，我一年就能买20平，我对吧？省个3年，60平的房子我就可以买房了。我一个月5000，我工作3年我就可以买个60平的房子，对吧？我自己省吃俭用，那我怎么会不买房呢？苦3年，对不对？你5000一个月啊，你3年攒个12万没毛病，对吧？省一省。我说的还是一个人啊，所以我说啊，就是你这要价格跌到跟那个韭菜收入相匹配，自然会买房，对吧？你再说这个保护这个居民的财富，这说的也对啊，就是说已经买房的人，你要保护他，就不能缩水。但是那你也不考虑现在没买房的人，对吧？毕竟还很多人没买房，没买房人多啊，你得考虑他们的收入状况，他们接盘，你这个买房人的权益，对吧？这个财富的这个保值，你建立在没买房人付出未来30年去接盘，你这个也不合适啊，对吧？你不让它跌，不就是这意思吗？你不让它跌，你还想人来接盘，谁接呢？已经买房的人不可能再接盘了吧？对，我都已经买了2套了，你还指着我再买1套是吗？那我指着谁买呢？指着那没买房的人买。然后你把价格维护在一个高位上面，指着他来买，他的收入也没涨，是不是这个逻辑啊？这本质上也不对。所以我认为啊，就是房价应该顺其自然，对吧？该跌要跌，但只是不能让它跌太快，跌太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跌慢一点，跌到哪儿？跌到大家买得起，对吧？跌到这些牛马韭菜买房不吃力。我这刚才举例子比较极端啊，说3年买房，其实你要能跌到5年买得起房，很多人就买了。我一个人工作5年我就能买房，对吧？送外卖送个5年我就能买套房。我为啥不买啊？那个时候房子变成一个消费品，大家不会太在意它贬值还是升值，对吧？有很多人说，哎呀，那房子因为它有贬值预期，大家不愿意买。那贬值预期是因为那个房子太贵了，对吧？那个你要花30年供一个房子，完了之后它要贬值，你能受得了吗？对吧？你买个车你怎么不考虑它贬值呢？你买一个对吧雅迪电动车，你从来不考虑它，3年以后这玩意现在3000买的，以后变成1000了，我不能买，没人这么考虑，那就是消费。以手机为例吧，对吧？你花3000买个手机，你会在乎说，2年以后这手机就变成1000了，贬值这么快，我不能买。没有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共才3000块钱，在你的这个里面不算啥，在这贬就贬吧，这是消费嘛。你买那个比亚迪对吧？汽车也是啊，你花20万买的，3年以后变成10万，你在意吗？不在意，对吧？所以说，如果房子也跌到30万一套，它就是以后再跌到15万，你也不怕，不就一个逻辑吗？你这房子现在300万，完了到时候跌一半，跌150万，这谁受得了呢？对吧？因为毕竟牛马辛辛苦苦，一年攒不了10来万，你150万，它就要攒15年都攒不下来，这叫抗风险能力嘛，对吧？所以说来说去啊，归根结底是房价跟收入还是脱节了，不能为了打着对吧，为一部分有房子人说保护他们的财产不贬值而去救，也不能以某些对吧房企说扛不住了要暴雷就来救，他们自己挖的坑自己去填。贴息也是的啊，我也支持贴息，但是我建议只给那买1套房的人贴息，刚需的，他们是时代的悲剧，对吧？他们是正好那个点儿，他年龄到了，要结婚，要生孩子，形势所逼买套房。我觉得这些人就是1套房的刚需房的，你给他贴息没毛病啊。其他的你那炒房的，你给他贴息干什么呢？这个经济形势就摆在这儿，对吧？你怎么吹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个茅台啊，今天双12，在双12这天，茅台跌破了1499，这玩意儿还是财联社啊报道的啊。财联社12月12电，今日酒价披露，各大名酒批发参考价显示，12月12日，25年飞天茅台原香较前一日下跌15元，报1495元一瓶；25年飞天茅台散瓶较前一日下跌15元，报1485元一瓶，对吧？我一直说啊，茅台的这个价格啊，反映了经济形势，对吧？你把茅台作为一个参考指标，你看茅台什么时候不跌了？今天晚上有很多啊，关于北京的写字楼这个租金
以及这个出租状况。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啊，这个有个网友说啊，说昨天看了一份北京写字楼的报价，吓了一跳。他说建外 SOHO 只有1.9块1平米一天，他这个就算了，当年12.5块某写字楼，现在只有当年的零头就是2.5块啊，这也太过分了吧。这个网友说啊，他说2000年我在东方广场工作，老板租的办公室2美金1平米一天，刚才我查了一下，4到6块每平米每天，还是人民币。东方广场大家知道吧，就在那个王府井长安街边上。25年前租金是对吧，那个时候好像是8.3块的这个汇率吧，反正15块以上吧，1平米一天，现在跌到5块，那不就是零头吗？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还有一个网友说啊，他说我们公司所在的西直门写字楼14年1平米一天7块左右，19年6.2块，2024年是5.5块，今年变成5块，一直在跌了7、8年。我一直说啊，这个北京的写字楼租金还有空置率，就说明就业状况。你租金一直在跌的吧，那说明开公司的少啊，空置率高也是说明开公司的少，那不就就业率低了吗？就业岗位少了吗？就业岗位少了，你说人就走了，房价怎么稳得住？北京海淀西北3环中国人民大学隔壁双玉树西里59平米2居室，最新成交价331万，高峰期760万，跌了56.5%，不到60平啊，330万，也就是5万多一点啊。那这是一个老破小啊，但是那是学区房，对不对？人民大学边上，跟高峰比已经跌了56%了，也够狠的啊！就这个跌幅够狠的，恐怕跟这个学区房学区这个就是北京不是学位这个改革吗？恐怕跟这也有关系啊！学区房的价格要缩水了。你这是北京啊，这是1线城市啊，这个是任泽平老师说的啊，1线城市未来还要涨，有可能还创新高，这个我不否认啊，我一直说这个核心城市、核心地段的房子很有可能要创新高，全世界都一样嘛，都差不多，对不对？东京、纽约、曼谷、胡志明市、新德里，问题是你能不能扛到那个时候，对吧？你还没到那个时候你就黄掉了，对吧？你已经破产了，爆雷了。它现在往下走到哪儿你不知道，是你坚信它会起来，10年、8年、20年起来，你可能你已经对吧爆雷了。很多城市啊，肯定会鹤岗化，也就是那房子就是我所说的只有住的功能，也就是变得很便宜、很亲民。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这样的房子你又不买，因为你没有在那儿没有工作机会，你找不到5000块钱1个月的工作，所以我们年轻人也要去深圳，对吧？去什么上海、成都，你往这儿扎，人一多，这房子价格它要起来，也或者它掉不下去。无论是1线、2线、3线、4线，说来说去就是当地的收入和房价，对吧？要达到一个比值才能稳定。我们再看这个财新网啊，他说这个香港住宅成交量创4年来新高，2026年楼价将上涨5%。财新网说啊，他说2025年香港住宅市场迎来显著回暖，整体成交量创下4年新高，受低息环境、港股财富效应以及政策支持等多重利好因素推动，住宅买卖活动持续活跃。地产服务商戴德梁行预计2025年全年住宅买卖成交量有望达到6.2万宗，较2024年上升17%。那这个增幅还不少啊，创下2021年以来的新高。市场普遍预计2026年楼价将继续上行，涨幅有望维持在5%以内。自今年3月起，香港的住宅买卖成交连续9个月单月超过5000宗，房地产开发商积极推出新盘，一手成交约占整体住宅交投数目的33%。中原地产数据显示，今年11个月内，一手的私人住宅成交达到18794宗，预计全年有望达到2万宗，将创下2019年以来的新高。二手成交亦十分活跃，前11个月共有35875宗成交。尤其是500万港元以下的低价盘更受欢迎，占整体楼市成交宗数的49.8%，就一半啊。那这个跟国内不也差不多吗？老破小占多数，那这不就是典型的刚需特征吗？所以我认为啊，香港楼市这成交量回升啊，应该是跟这个美联储连续几次降息关系比较大，对吧？这就相当于他们的利好啊，然后逼着这刚需房，对吧？一看该买还得买啊。你看老破小占一半嘛？你看啊，戴德梁行执行董事及香港研究部主管表示啊，低息环境持续降低楼市的入市门槛和利息成本，加上股票市场向好带来的财富效应，进一步释放住宅需求。有很多内地的公司啊到香港上市，香港资本市场现在比较活跃，你去香港上市啊，那你不管怎么说，你得租个
个办公楼吧，1层对不对？租个办公室，所以这个香港的这个办公楼市场也活跃了啊，因为它好多上市公司去上市啊，你得租一个地方，租一个地方，那你总得有2人在那上班吧，最少2人啊，也多了3、4个，那你不得租房吗？你看对吧？香港毕竟容量就那么大啊，对吧？它也就700万人、600万人，但是我觉得啊。它这个还是受美联储降息影响，那降息这个只要一过，再过2、3月，你看它能不能稳得住？如果稳住了，哎，那说明它真稳住了，对吧？如果稳不住，那就说明它也是，对吧？是一种叫扰动啊。我的判断啊，应该是扰动，因为它还是老破小占一半呢，都是那个500万港元以下的，那合着才30平呢。因为香港的房子动不动20万一平嘛，对吧？20万一平算便宜的，是说明就是妥妥的是刚需盘，对吧？集中爆发。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